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要一同穿越時空，回到60年代嘅香港。嗰個年代，香港正處於戰後重建同埋經濟起飛嘅關鍵時期。一磚一瓦、一粥一飯，都見證住呢座城市嘅蛻變。我哋會從建築、經濟同埋生活三個方面，重溫呢段充滿奮鬥同埋希望嘅歲月。60年代香港嘅建築，最標誌性嘅就係公共房屋嘅興起。戰後大量難民湧入，令香港人口急增，住屋問題變得非常嚴峻。徙置區解決住屋燃眉之急。嗰陣時，好多人住喺山邊嘅寮屋入邊，用木頭、鐵皮同石棉瓦搭成，唔單止擠迫，仲好危險，經常發生火災。1953年石硤尾大火之後，政府就開始大規模興建徙置大廈。到咗60年代，徙置區已經係香港最普遍嘅公共房屋形式。早期嘅徙置大廈叫第一型，多數係 H 型設計，樓高5至7層，冇升降機，單位細細地，淨係得10至20平方米，仲冇獨立廁所同廚房，要喺走廊煮食，廁所同浴室都係公用嘅。一個5人家庭住嘅單位，面積可能只係11平方米啫。到咗60年代中期，第4型徙置大廈開始有獨立廁所，而牛頭角下村更係首度使用預製件興建嘅徙置大廈，加快咗建屋速度。1962年落成嘅彩虹村，絕對係60年代公共屋邨嘅代表作。佢唔同於一般徙置區，係長型大廈設計。最特別嘅就係每一棟樓宇嘅外牆都用彩虹漆色做色調，係當年區內比較高級嘅公共屋邨，有齊兒童遊樂場、球場同商場等設施，成為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除咗公共房屋，60年代仲有好多唐樓，分佈喺港九各地。呢啲唐樓多數係下鋪上居，地下係商店，上層係住宅，樓高一般5至6層，冇升降機，樓梯狹窄，木門木窗，充滿住舊日風情。商業建築方面，60年代中後期開始有一啲高層建築出現，例如1965年落成嘅怡和大廈，曾經係香港最高嘅建築物，標誌住香港開始走向現代化都會。60年代香港經濟經歷咗重大轉型，從一個簡單嘅轉口港變成東亞地區重要嘅輕工業製造中心，為日後嘅經濟奇蹟打下堅實基礎。50年代開始，香港逐步從轉口港轉型為製造業基地。到咗60年代，呢個趨勢更加明顯。1966年，香港登記在冊嘅工廠數量達到1萬餘家，僱工人數42.4萬人。到1969年，進一步增加到1.4萬家工廠同52.9萬名工人。紡織同製衣業係當時嘅支柱產業，大約有62.5萬人直接或間接投身呢個行業。輸出嘅紡織品同成衣佔咗60年代本地產品出口總值51%以上。除咗紡織、塑膠、玩具、電子、鐘錶等輕工業都迅速發展。香港製造嘅塑膠花、假髮、玩具等產品遠銷世界各地，出口導向型經濟。港英政府推行自由貿易同低稅政策，加上勞動力充足同成本低廉，令到香港產品喺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。60年代，香港作為遠東自由港，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60年嘅69億港元飆升至1969年嘅232億港元，增長超過3倍。美國成為香港產品嘅主要出口市場，其次係英國同西德。香港廠商透過貿易公司作中介，將產品銷往西方，慢慢建立起香港製造嘅品牌形象。勞工與工業區，當年嘅工廠多數係勞動密集型，工人每日工作時間長，工資低，但係好多新移民都願意做，因為有份工就有希望。觀塘、荃灣、
葵涌等新興工業區，工廠林立，成為香港經濟嘅發動機。1967年嘅蘇聯曾經對香港經濟造成短暫影響，但係香港經濟好快就恢復過嚟，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嘅勢頭。60年代香港人嘅生活雖然物質條件唔算豐裕，但係充滿住人情味同埋奮鬥精神，衣食住行、娛樂教育，每一樣都有當年嘅特色。依潮流興起，中西合璧。60年代香港製衣業發達，加上西方文化同電影明星嘅影響，西式服裝開始廣泛流行。年輕女士中意穿迷你裙、熱褲，男士就流行穿腰部狹窄貼身、褲管闊大嘅喇叭褲。年輕人對牛仔褲亦情有獨鍾。不過日常返工返學，大多數人都仲係穿得比較樸素，一件白襯衫，一條西褲，就係男士嘅標準打扮。女士則多着旗袍或者簡單嘅連衣裙，食簡單飽肚街頭美食。60年代香港人嘅飲食相當簡樸，一日三餐以白米飯、青菜同埋少量肉類為主。當時有營養餐計劃，幫助貧窮兒童。學生只需付10仙就可以食到午餐。街頭小食係當年嘅一大特色，魚蛋、燒賣、碗仔翅、雲吞麵等，價錢平，味道好，係好多人嘅最愛。夜晚收工，工人會帶住飯盒去附近嘅雲吞麵檔，買一碗熱辣辣嘅麵食當宵夜。住擠迫環境，守望相助。除咗洗字區同唐樓，仲有好多人住喺寮屋或者船上。香港仔避風塘有數千間木質漁屋來板密密麻麻停靠。漁船就係一個完整嘅家。婦女圍坐喺大盤旁分解漁貨，細路仔赤腳喺船前嬉戲，充滿住生活氣息。雖然居住環境擠迫，但係鄰里關係好親密，守望相助。走廊度經常見到互相借油鹽醬醋嘅場面，小朋友亦會一齊喺空地玩耍。呢種人情味係而家好難再見到嘅。交通工具多樣化發展。60年代香港嘅交通工具主要係巴士、電車、渡輪同埋小巴。九龍巴士同中巴係主要嘅巴士公司。電車就係港島嘅標誌，渡輪則係連接港九兩岸嘅重要交通工具。私家車好少，多數係有錢人先買得起。當時最流行嘅交通工具係單車，好多人踩單車返工、返學或者送貨。娛樂與教育。娛樂方面，足球係最受歡迎嘅運動，每場球賽觀眾動輒2-3萬人，賽馬嘅受歡迎程度僅次於足球，彩票獎金數目之巨，全球無出其右。電影院亦都係熱門去處，邵氏、嘉禾等電影公司出品嘅粵語片同國語片風靡一時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 喺1967年成立，標誌住香港進入電視時代。從此改變咗香港人嘅娛樂方式。教育方面，政府大力發展公共教育。1954年至到1961年間，開設咗超過30萬個小學學位。到1966年，雖然小學校舍不足，但已有99.8%嘅適齡學童入讀小學。1963年，香港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先後成立，標誌住香港高等教育嘅發展。60年代嘅香港係一個充滿活力同埋希望嘅年代。建築上，公屋嘅興建解決咗數十萬人嘅住屋問題。經濟上，工業起飛令香港成為東亞製造業中心。生活上，香港人憑住刻苦耐勞嘅精神，喺簡樸中創造出屬於自己嘅幸福。呢段歲月雖然已經過去，但係佢留低嘅集體回憶同埋奮鬥精神，一直影響住香港嘅發展。
今日嘅繁榮離唔開60年代打下嘅基礎。今日嘅香港人亦都繼續繼承住當年嘅拼搏精神，創造住更美好嘅未來。多謝大家收聽，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令大家對香港60年代有更深嘅認識同埋感受。再見。